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连杯茶都不倒给我，就急着轰我走啊？想喝茶回自己的府上，再不成，去宫里喝也行。三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未来三嫂长什么样，我可没想让父皇母后知道我回来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顶当。启禀王爷，邱公公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后娘娘口谕，接四王爷回宫觐见。三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告诉母后，她责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看来你还真挺喜欢那丫头的，不过说了她几句，你就接着给她报仇了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我是应该禀报母后，你云游太久，是时候成家了吧？三哥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？我又不能丢下阿广一个人走。尹清柔啊，尹清柔，你还不如被孔双双欺负呢。宫中过什么艰难，隐处思念，陶熏烦闷疏解，独孤园。小姐开门呐！错过了进宫时辰是要受罚的。不开就不开，阿广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，我就不开。哼，小姐你就开门吧，错过了时辰，喜儿也要受罚的。小姐，要我开门也行，不过你得让他谢言齐过来，我要看他阿广没上，要不我就不开了。哎呀，小姐你就开门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呢，小姐。王爷，您这是自投罗网，恐怕这盘又要输了。跟王爷对弈这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王爷自毁城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本王可不是随意找借口推脱之人。来吧。启禀王爷，尹姑娘拒不开门，非要见阿广平安才肯开门。带阿广去见他吧。是。王爷现在是愤怒、忧虑，还是不忍离别呢？本王有何不忍呢？王爷说没有就没有吧。啊，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尹姑娘要进宫了，王爷不去送送？笑话，她是何人？还要劳本王大驾？那王爷不去，我去。你也不许去。这
在下实难从命。尹姑娘也是在下的朋友，朋友远行，定当送别。晴柔，晴柔，晴柔，阿广，是你吗？是我啊，晴柔。阿广，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三王爷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哎，除了不让我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本来就不爱出去，外面这大太阳晒的，我皮肤都不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好的不得了。阿广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！尹姑娘，你快点，阿广你也见着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知道了。尹姑娘，走就走。喜儿，你要乖乖的啊。晴柔，你在宫里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别再碰个容嬷嬷什么的。阿广，你就别吓我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没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说会比伺候孔双双还难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杜哥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靴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哎，这样，哎，盖章，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仙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1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走了。阿广。